第29集临界。阿嬷脚踏过涂骹的泡瓦夫，对阵头来行。地师爷神尊穿7重的新棉衫，有信众来护持，赶到上尾化火的所在啊。升天台全是金纸和泡啊。地师爷甲灵旗举悬悬，两边有闪神。土地甲场面摆开，准备带领诸位好兄弟同齐化火升天。拖通冲对光遐去，脚踏过孤魂野鬼是鬼涂骹，将其尾开大剑伫眼前啊！伊手伸出去，甲剑柄落咧，出来去拔剑。这时冰冷缠绕踏点伊的手毛。拖通调目睭人看，鬼王迄对来剑剑的獠牙嵌出来，拖通凄惨啊！毋那手毛冷冰冰，一阵冻寒按骹底冲到头壳心，拖通人就死死昏昏去。鬼王甲拖通的阿妈领架起来，可比火箭催速喷射，直直冲，直直冲，速度夭寿紧。敢若要甲大鸟的天顶拄烫过。伫闽乡，法师经念煞了后，化火仪式就来开始。泡瓦点木棒，金纸倒火酷酷烧，升天台正做火海，火子甲大师爷神尊包围起来。伫大鸟，鬼王飞到新民界的上顶悬，停落来。一只手悠远甲拖通定牢咧，一只手甲内绕插入去家己的喙孔，敢若迄灵电枪插入燃料棒迄款，产生核分裂，珠仔甲珠仔相弄，搁去弄珠仔。鬼王烽火掠袂牢啊！假设大到无法度控制，出现临界反应，天顶这粒微藻体恐惊一爆炸。拖通看看精神，目睭为蒙雾够清楚，看到鬼王的面暗青、转孔、翻乌。忽然间，规身躯变透明，胸坎内有怪奇的光射出。迄种色水，伊毋知要安怎讲，超过光谱分拆出来的范围，是人世和生命界拢无的一种色水。迄个光有一种怪奇的能量，互拖通身躯变形，暗棍正挂粗，皮肉走足侪怪奇的斑出来。人类的科技实在乌白来，互鬼王变甲遮尔变态畸形。毋过，这种种的一切拢比袂过死亡。鬼王甲拖通地搁较暗咧，三位胸坎的光遐去，要互这个人类太过死。拖通进无步，退无路，用伊最后迄一时仔囝的气力，双脚举起来，大力去斩鬼王的道财，拄好着要害。鬼王的火枝吐出来，长长水落土，一时无力手拎去，拖通就来脱走。人就为大鸟的天顶坠落，风甲伊的衫卷碰碰。歹个符啊，两过暗领走出来，凭生命搁较灵性的代志发生啊！拖通倒摊笑，香火掠坦地，释迦牟尼佛的影闪闪死，随无去。4点的大师爷庙就有水滴落来，滴点乌干的所在，迄是哈罗的尾流，冰凉透心凉。伊目睭剔开，大甲唱过圆，连伊徛起来，身躯喷一下，甲顶头的草花搭嗅掉。哈罗想到顶一秒，鬼王的火对伊喷过来，这秒随挂念拖通，啊人咧，伊伫倒位？为什么四平面点指指？众神为何拢倒点涂骹，昏迷不醒？这时，魔飞一条风射过身躯边，
哈罗目睭对伊对大殿遐去，想着身坎顶头的牌匾，哈罗感觉奇怪。比日顶头草写的灰，进前袂输来叶，甲心福走。即马灰倒转来啊，字笔铺济完整啊！伊看到牌匾的下骹，抹灰一条风扫入去葡萄岩，开的葡萄岩平静美妙，观音法相大发光。观音大师，观音大师，你真神啊！你真神啊！即马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拖堂咧，鬼王咧，为什么这尔恬静，介恐怖？哈罗画出来，观音大师亲临这里，面容慈祥，讲：我本地对这虚假的人世失望大底，想要化作波浪、山峦、城坡，顺韵律正做大自然，无想要插世事。是迄个叫拓汤的囡仔，聪明、善良、勇敢，做真济好代，甲我的自卑心叫醒。为着这个囡仔，为着未来千千万万的囡仔，我袂阁美起来，我袂阁极点点。观音手捧净盘，内底插一支杨柳，再刻妙音。这一切火，拢是假的，全是人无赞无责的小贪，要甲小贪压无花，就伫一念之间，干那一滴水，就会当甲这个无名的世界救起来。来，万好爷，来普渡这一切苦厄和灾难。人间的民雄，金纸山烧做火焰山，凶狂的火子，甲纸糊的大树爷身上吞落去。哈罗的尾流窜出去，甲净盘卷瓦来，大力转涂骹，用伊所有的气力飞出去。鬼王就要产生临界反应啊！空落落的形骸，空落落的内底，发出怪奇的光。迄是珠仔弄珠仔，搁弄珠仔世界末日的报头。鬼王看到哈罗，心光火道，射出凶光。哈罗喙去甲杨柳枝，甲净盘水嗅出去，毋知倒来的声音传来。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水敢若一滴，对鬼王遐去，滴点鬼王的头壳心，珠光普照。观音大师的面容浮现，迄滴水袂输水魂倒开，烧滚滚的打鸟、民雄和规个宇宙，搁再清凉。